呢節嘉賓揾嚟盧楚仁 Jasper 嘅 Jasper 早晨。係早晨 Mimi。我哋先講下啲美國嘅即係數據啊，因為都見到咧頭先傾過嘅，即係講到嘅 ISM 嘅製造業數據就係即係5月份就創咗4年嘅高位啦，都有部分係即係受住咧一啲美伊戰事方面影響，係一啲提前落單嘅情況嘅。咁但係都觀望到啱啱都提過啦，其實美伊方面嗰個情況都係仲係有啲拉鋸當中啦，即係喺協議方面都仲係各執一詞嘅。咁啊，到底嚟緊啊，即係個走向係點，同埋點樣影響到嚟緊嘅一啲經濟數據咧？其實美國最近公布啲經濟數據部分確實唔錯嘅。咁啊，製造業嗰邊咧，其實喺特朗普主政翻嚟之後咧，咁啊好多資金回流翻啦，咁啊開廠起廠，咁啊所以變咗咧將個製造業咧帶翻嚟美國。咁啊所以變咗我哋見到過去嚟計咧，特朗普未上任之前咧，一般都係非製造業咧嘅數據係好啲嘅，製造業方面咧係疲弱啲嘅。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咧，呢年幾以嚟咧，咁啊製造業嘅數據持續係好過非製造業啦。咁啊琴晚出兩個 PMI， 琴晚出咗兩個製造業 PMI， 兩個都做好嘅，一個55.1，一個54。咁啊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呢個情況下咧，咁啊大家會唔會覺得，咦話嗰個經濟都叫做好喎？咁但係當然而家現時咧，其實你話睇翻淨係呢一個嘅製造業PMI 咧好咧，咁啊係咪一個嘅概括而論咧？咁因為確實美國嘅就業市場方面咧，嗰邊就反而疲弱嘅。咁所以我哋都留意翻就話，咦失業率啊，或者就業市場啊、申領救濟金啊嗰啲都係弱嘅話咧，製造業嗰邊又強，咁啊所以都係一個幾矛盾，都唔幾一致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就唔會話太過驚，就話美國經濟過熱帶動個通脹。咁反而咧美國個通脹會唔會過熱啊？會唔會再升溫咧？就真係好睇個油價。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大家個焦點咧，如果你要判斷美國個通脹會唔會升溫，嚟緊聯儲局會唔會加息，咁啊我諗咗油價呢個就至關重要。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油價方面咧，但係調翻轉講，我自己覺得油價方面咧，後市咧應該都係向下居多。咁反而咧有機會咧令到美國甚至好多國家咧咁啊嘅通脹數據咧嚟緊咧可能有回落。咁但係確實其實最近咧有啲國家公佈出嚟嘅通脹數據咧，其實已經回落緊嘅。明白啊！咁另外都可以傾下個債啦，因為都見到即係啱啱都提到一啲債息都有啲上升嘅情況嘅，都有見到啲美債有啲被拋售嘅情況出現啦。其實短期嚟講，呢個情況會唔會持續咧？即係喺呢個即係美伊方面都未有一個明朗化嘅即係底下。我諗個債嗰邊其實都係要睇住個油價，因為點解咧？個油價其實係牽動住個債息，債息當然都牽動住個債價。咁啊，所以而家現時你見到個債息由接近咧未到4.7嘅10年期債息4.7，接近嗰個高位咧，咁啊落咗嚟。咁但係琴日當然油價反彈，個債息又彈。咁啊呢一陣油價回翻啲，咁啊佢又落翻啲。咁所以變咗個債市方面咧，其實我諗而家現時咧，就你話如果真係個油價嚟緊真係真係向下居多嘅話，令到個債息都係向下居多嘅話咧，反而我諗個債市方面咧，我諗個情況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即係喺債價方面層面嚟嘅咧，就唔需要過分擔心。除非你話唔係喎，個油價原來唔知某啲因素又有利好消息，咁啊令到油價連翻就再爆上嘅話咧，咁就另作別論。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嗰個局勢依然都係咁樣嘅情況，油價繼續都係彈完又落，彈完又落㗎啦。咁啊嘅話咧，我諗個債息個格局都係嘅。個債息格局咧彈完又落，彈完又落咧，我諗個債市方面咧，其實都係應該就調翻轉打底再上，打底再上㗎啦。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喺個債市方面咧，我對個前景唔係大家擔心嘅。明白啊！咁啊，即係如果假設啦，假設嘅話，油價真係要再向上嘅，咁又係會點咧？因為都其實望翻咧，拉翻長個時間線睇啦，其實美國公債嘅總回報指數已經係連續跌咗60幾個月，都創咗80幾年呢個數據記錄以嚟嘅最長連跌紀錄啦。咁如果真係情況再嚴重落去，個債市繼續係一個熊市嘅狀態下，到底有啲乜影響？我哋係需要留意嘅。當然，如果你話個債市繼續下跌，其實某程度就反映，其實當然個債市當然最受影響就係個債息啦。咁啊，其實就話俾我哋知，正如學你話齋啦。咁啊，假設個油價真係再上嘅話咧，個債市方面咧繼續受壓咧，呢個就冇計㗎啦。因為確實我都睇到咧，你所講個圖表顯示咧，其實一路都係受壓緊嘅。咁啊嗰個呢一個熊市咧，咁就係存在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咪已經結束咧？我就大膽判斷咧，應該就已經叫結束咗㗎啦。個債市見到底㗎啦。咁啊另一邊廂就係話個債市嗰個債價個疲弱咧，咁當中嚟一個原因咧，大家都忽略咗就係最近嘅美股個強勢。咁美股
強勢，或者甚至乎世界各地嘅各地方嘅股市都屢創新高，自不然咧呢啲嘅所謂嘅避險市場嘅債市咧，就啲資金咧就流入咗呢一個嘅美股，以至一啲嘅屢創新高嘅呢一個嘅股市嘅地方。咁所以變咗呢啲資金嘅流動咧，導致個債市受壓。咁但係當然你話講到尾，如果你話一旦個油價真係叫做回落翻，咁啊債息回落翻，咁啊會唔會吸引翻啲資金落翻去個債市嗰邊咧？呢個絕對唔出奇，絕對係會有乜情況發生。明白啊，咁啊都睇埋個金啦，個金都見到咧，就係連升2日之後都有啲回落嘅跡象啦。而家亞洲市都係4480幾美元嘅水平度徘徊當中嘅。咁啊見到其實德銀都有啲即係新嘅，即係一啲睇法，都覺得咧黃金其實都面臨緊一個新嘅問題啦。即係除咗係一啲即係通脹嘅情況之外，都係嚟緊會唔會都係啲貨幣政策方面都係要堅持控制通脹咧？咁因為都即係會影響翻成個嘅即係黃金嘅需求啦，始終係冇息收嘅產品啦。咁你會點樣睇咧？近排例如聯儲局方面，其實有啲官員都講到即係如果個通脹真係好勁嘅話，都要唔排除咗加息嘅喎。其實係個金市，我諗最近都幾接二連三都有不同時間出咗啲利淡消息，咁導致個金市真係彈唔起嘅嚇。咁啊，你見到咧喺美元弱嘅時候咧，嗰邊非美貨幣澳洲紙呢啲表現啦，好亮麗嘅。咁但係個金咧，其實基本上美元弱嘅時候咧，佢都叫做彈一彈，彈完跟住就散。咁啊，裏面背後嘅過去曾經我哋接觸咗好多唔同嘅負面新聞啦。印度嗰邊又話加嗰個黃金進口稅，呼籲啲民眾唔好買金。咁啊，俄羅斯嗰邊亦都係沽金，咁啊可能套現去支付個軍費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因素咧，原來咧一直都係困擾住個金市，有啲大戶咧喺高位咧一路咧就喺度沽緊金。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金市方面咧，甚至銀方面咧，個短期間嗰個弱勢咧，都似乎真係未改到嘅嚇。咁啊，儘管你話個油價落翻，咁啊令到個金市帶上去嘅力度咧，就真係都係爭啲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大家短期間咧，我諗極其量可以咁睇咧，個金市可能係一個上落市先，千祈唔好再諗住咧，好似重現翻去年年尾啊，今年年初嗰個強勢。咁啊問題就係話直至我哋見到啦，印度嗰邊嗰個嘅政府所謂嘅呼籲嗰個嘅金市嗰邊嗰個嘅情況啊，咁啊減翻嗰個進口稅啦，咁啊我諗先至能夠可以恢復翻印度民眾買金嘅力量，咁啊繼而咧先至叫做推動翻個金價向上。所以短期間我覺得金市大家不妨可以以一個上落市去格局去睇咯。明白啊！咁大家都要可以望住啦。其實個金價嚟講，嚟緊都可能未必有太大嘅一個起色，或者係大幅回落嘅情況啦。咁另外都睇埋咧人民幣方面啊，因為都見到近排嗰個匯價都係幾高嘅，即係對美元方面啦，咁都創咗係3年嘅新高啦。而家都去到即係6.76嘅水平㗎啦。咁啊都見到其實近排升得咁勁咧，主要個推高因素喺邊度？同埋嚟緊係咪都係會維持翻一啲有序上升嘅趨勢咧？都係，我諗而家現時人民幣嗰個上升格局咧，依然都係維持住㗎啦。咁啊冇話因為個美匯弱翻，或者係美匯個強翻，咁啊導致人民幣方面咧嗰個又做翻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人民幣嗰個匯價方面咧，短期間嗰個強勢咧冇改到嘅，因為始終市場都覺得中央開放咁啊俾人民幣升值啦，咁啊呢一個嘅減少嗰個資本外流啦，因為現時大家睇到啦，咁啊中央都係嚴打呢個資金外流啦，可以話。咁啊另一方面就係話你見到就係話人民銀行嗰個減息降準，咁啊之前都有啲聲音嘅，但係而家現時咧完全冇咗呢個聲音㗎啦。咁啊所以變咗冇咗減息降準個壓力，人民幣咧咁啊繼續維持強勢，咁啊都係維持翻嗰個目標睇法啦。暫時我睇住6.7先，去到嗰個位啦，咁睇一睇中央嗰邊會唔會有啲嘅聲音出嚟，咁啊覺得人民幣嗰個升勢夠皮啦，咁啊先至可能咧叫做調翻轉做。咁啊如果唔係嘅話，短期間咧人民幣嗰個勢咧都係幾好嘅。咁啊當然亦都唔排除就係話到時個美匯又強翻嘅話咧，人民幣嘅升勢咧可能先至會受壓。咁但係短期間美匯嗰個強勢係咪又出現翻咧？我覺得就又未必啦。有啲時間咧，仲望埋個銅價啦。銅價近排其實受住啲 AI 方面嘅推動啊，或者一啲嘅政策支持咧，都係有啲升勢嘅。咁啊，都見到有啲行啊，例如花旗方面咧，都第一次係即係睇多銅價啦，目標價就去到15,000美元嘅。咁啊，你自己又點樣睇咧？嚟緊係咪真係會升到咁多？定還是其實可能嚟緊一啲關稅政策嘅落實都係一個變數咧？
銅價嗰度其實基本上我自己都審慎樂觀嘅，咁啊年初到而家其實都係維持一個升勢啦，同金好唔同，咁啊金啊銀啊都係跌，咁但係銅嗰邊咧其實係 keep 住個升勢，咁啊大概升咗10%，咁啊銅價嘅上升我諗最主要一個原因嘅啫，就係呢一個環球嗰個嘅股市咧，咁啊全面暢旺，咁啊屢創新高，帶動銅價上升，因為銅咧其實基本上一方面就係受呢一個嘅所謂環球經濟啦、銅博士啦嗰個嘅影響啦。但係環球經濟確實真係幾立嘅呢一段時間，唔係話有啲咩起色，咁所以喺銅價上升背後咧，其實反而咧環球經濟嗰邊嘅立落落咧，咁啊所以變咗咧導致個銅價咧飆升嘅力度咧就唔係話咁亮麗，唯一就支撐個銅價上升咧，咁就一方面就係你見到環球股市、美股啊、日股啊、日韓台啊咁啊都砰砰聲升，咁啊帶動銅價上升，咁啊另一邊廂我哋都見到嗰個嘅庫存啦，咁啊以紐約嗰邊嗰個庫存咧 CME 個庫存咧 COMEX 個庫存咧其實係下降緊嘅，咁所以變咗全球有兩大庫存咧，佢就當然係 LME 啦，另一邊就係呢一個 COMEX 嗰個庫存啦。LME 嗰邊就上上落落，咁啊最近有輕微回升翻，但係紐約嗰邊即係呢個 COMEX 嗰個庫存咧顯著係下降嘅，咁啊所以變咗導致到個銅價方面咧都有呢一啲嘅消息嘅層面去支撐，咁啊你話至於係咪上到15000咧？我確實都覺得有咁嘅機會嘅，絕對15000其實冇，即係上一次嘅高位14119蚊美金一噸，咁啊所以變咗你話上到15000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變咗15000咧，今年來咧我都覺得係有機會見。似乎銅方面都有啲上行空間啦。咁我呢節都唔該晒 Jasper 嘅分析嘅。轉頭翻嚟睇下港股開市情況。